好快就會有一筆巨款主動拱上你。呢句唔係我亂講，而係宇宙一早同你安排定，就等你去攞。宇宙入面從來都唔缺財富資源，缺嘅只係敢開口問佢攞嘅人。由而家開始，即刻丟低靠死捱先有錢嘅舊諗法。今日教你一個超簡單嘅連結財富能量方法，簡單到你唔信。你有冇諗過一個問題？點解你咁努力，錢卻好似流水咁流唔住，而人哋唔止有錢輕鬆，仲留得住錢？其實唔係因為佢哋能力有幾強，而係錢本身係識得揀人哋。以前嗰啲豪門闊太、圈內明星，你知唔知佢哋有個咩習慣？就係用香嚟清理自己，去上等嘅沉香，然後將佢製成香。佢哋好清楚，養財先要養人。如果你成身散發一種我唔配嘅感覺，就算機會擺喺你面前，你都睇唔到捉唔住。所以真正嘅秘密從來唔係向外追，而係向內養。但現代人邊有機會接觸到上等沉香，仲要自己製作？所以我特登做咗呢支香，入面我已經做晒我應該做嘅事，亦都係我家族流傳落嚟嘅秘密，精華完整保留，乜都唔缺，配方親自調配，好多嘢唔方便講得太直白。識貨之人攞一盒用下就知。每日可以喺朝早同太陽落山之前點一支，等沉香喺屋企層層散開，一層一層舒緩你嘅壓力。呢一刻身心完全放鬆，冇晒防備，正正係向宇宙落財富訂單嘅最佳時機。合埋眼，靜心默念，我已經準備好承接財富，我值得所有豐足，日子只會越過越順。佢真正嘅威力係洗走你潛意識入面嗰句我唔配。財富就係喺你感屈嗰一刻開始流入。重點要堅持連續7日，唔好斷。你堅持1個禮拜，會發現個人冇咁燥，面色好咗，人清透咗，行動快咗，機會就捉得住。呢支香係真正嘅好嘢，只留俾真心想要嘅人。庫存唔多，剩返少量現貨。有心改變嘅朋友，直接撳左下角連結入去，每日用短短幾分鐘好好打理自己，遲早會返嚟同我報喜。